2026年第一套戲啦，竟然係呢個東京的士嘅 Tokyo Taxi。咁本來就冇太大計劃，就係諗住下個星期先嚟呢度睇咁多部，但係因為高先呢，就突然飛租咁好嘅戲，佢仲送埋全港獨家嘅夠安全帶扣啦，所以都要專登嚟呢一度。仲因為咁係第一次攞張實體戲飛嚟換。咁呢套戲啦喺事前係有好高嘅評價，咁希望可以有個好嘅旅程。咁頭先去咗男廁啦，嗰個男廁喺舊年10月21日星期日嚟嘅時候就已經壞咗，壞咗啲企廁。咁當時係用黑色垃圾袋遮住，咁而家呢都係未整好，不過就都係用嗰個圍蛋係遮住。